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，今仔日来甲交通啊，这是倒位？这就是探空夫要入探空的所在。咱即马就要斗阵入去。即马差不多透早吼，9点10点啊，其实已经晚啦。那做一个探空来讲吼，唔知已经是开偌久啊。不过，这吼真无简单，请的理事长吼，理事长头一个伊就甲我讲，这个所在安全无共款。这土地公啊，台湾几落千间的土地公庙啊，都无一间或者假名土地公。假名哦。敢若这间是假名土地公啊？为什么假名呢？土地公是管土地。管土家，阮乌土团嘛是土地公咧管的，所以阮早时来到遮吼，啊就讲乌土团性命剩一半尔，啊就甲土地公危险啊，啊土地公行一日吼，无我行一日咧，土地公伯啊，我要来做事啊吼，啊你来保，寄命甲我，啊你来保庇我平安吼，啊我想说甲命寄放喺你遮，啊命寄喺你遮，啊你就甲保庇哦，啊我下昼啊转来吼，我若平安转来，我才甲你命个命倒转，命倒，这阵都用外灵感呢，台湾390几个探工。干那阮这个复兴矿吼，伤亡率上少的。安怎少？民国3年，我到民国79年，要到将近80年中间哦，才损失阮12个朋友尔。一般的探工，咱也过了10个，为了过了100个咧。我是真零车呢。零车呀！所以阮这个假名土地公，就阮做文史官了，阮就直直甲讲这伊的故事，伊的故事，这个真正真灵感的咯。哦，福得千家时，正神万世尊呢。对啊，即阵土地公吼，啊，这个真侪人哦，阮真侪人来遮求，拢有求必应的啦。真侪人游客对遮过，阮就甲介绍我足平的，啊，伊足灵感的，啊，伊求啥我也唔知啊。无一两个月，迄个人来遮做布地来操作他。写信哦。写信啊，真侪来求的，拢有效，拢有效，我嘛有效啊。我吼，我除了伊甲我保庇，我当初我拢在遮做事较济嘛。伊保庇到我平安，一世人拢无死去。佫上重要是啥呢？我生4个囝尔，你知？像我娘生4个。4个囝伤少，阮阿爸甲我讲，爱子孙满堂才会幸福啊！啊，我想啊，我囝4个，囝4个，啊4个我就拜托对讲，啊我囝生4个，我就袂佫生啊吼，啊无你孙仔互我生较济。人伊有甲我保庇的，我生16个孙呢，我总有16个孙呢。哇！所以你讲有灵性，有足灵性的，真正。胖话，你佫生2个吼，胖话，哦，你佫生2个，你若拜。袂歹，即摆人拢无爱生，阮较早是多子多孙啊，多福气啊，对吧？16个我佫无啥教咧，我看到到20个我无法度。啊，我咧求一个吼，我咧求一个，哇！像我16个孙就好啦。平安树吼，惠我无疆，哦。福降新因时代化而保万寿，得是强旺显神威以回四方。哦，这是后来佫修的哦。对，即阵土地公即摆享誉海外呢，外国人来，因为台湾所有土地公庙几落万间，干那即间或者假名土地公啊，而且很灵下，真灵感的。内面搁较侪故事。咱来看咱安那保护咱这个空是。理事长，你甲咱看。这安尼一板桥，敢若桥条，这是什么物件？哦，这是卡天车径的细部链，因为天车径是用大树架起，啊大树爱有一个链啊，大树唔只会过，唔只会转，天车径架起，车圈的图团爱架起，啊，这间或者天车径，简阳机房，啊，以前哪爱有天车？啊无你车圈的图团，一带图团一栋，你要安怎有起运搬起？哦，伊是用车。对，车的啊用天车，一摆加14台，一摆加14栋的图团起来呢。啊，用爱用天车，这台是82尾天车，82尾。啊。哦，就是这。啊，这间是矿工浴室，所有几落百个矿工啊，出来洗身躯的所在。啊，搁隔壁是迄个疗茶间。疗茶是多2字。疗吼，甲茶甲记号当是记茶，啊疗是破病或者疗。破病的疗啦，疗茶间，啊，搁隔壁是电车房，啊，搁甲一间细间的，迄莫讲啦。
太平间，哎对啦，停尸间啊，阮看讲太平间啦，哦，这种必要配备啦，对啦，哦，啊，就对遮呢一路，有对遮扭起来，下面那个空口我再讲来听，对空口安怎扭起安怎放，这整个运班系统，哎，李队长，你这不早拢恁家己来哦？家己来，无要叫谁来。目前啦，以后政府来叫政府来拨啦，目前还有阮在做，阮就要带人起来操作济啊。山顶你就知影有网通有沙，哦，骹手较紧。对啦，无恁这老板的吼，即马还阁有困难吼，通好带阮来呢。对啦，以后我就爱去恁厝咧，甲你问啊。我问啊，我嘛行袂去啊，国也无几年啊啦。啥安尼讲？那沙鱼冲到要死啊！免咯，你用行咧咯。哦，啊是，迄就探矿口哦。哎对，哎，啊你们来探矿口，啊谢谢。你对，这就是探矿口啊。对，复兴矿的探矿。啊，这是安怎个封起？哎，啊探矿收起一定爱封起啊。为什么探矿一定爱封起呢？探矿你若无封起，内底真完整真水啊！恁大家拢要去个探险一下，啊若跋倒的，啥物负责？所以政府就下令，所有探矿若一旦收起，一定爱封起，一定爱封起，才袂互人入去行，才袂发生危险。啊，至于封起了，为什么爱开一个死死角角的坑呢？不是要空气流通哦，封起就唔免空气啊，空气干嘛？要给曾经在里面往生的阮的朋友，让他们有一条回家的路。你袂得甲封起哦，较早一个买正起来甲封起哦，封起等于就破病啊。西医食无效，中医食无效，咱人啊破病，中医西医食无效，袂创啥？问神明嘛。神明一问去哦，哦，你这可恶咧！你甲人个朋友要转去路，拢甲毒死掉啊！当然你会破病啊！哎呦，想对吼，我共封起，啊，人拢袂得转去啊！要赶紧甲开，开了2个月了，免食药啊，无病，好去啊！是好。不要不信哦，很灵的哦，很邪的哦。啊，咱这个复兴坑吼，这是光复了后才开始的吗？无。光复前日本是民国3年，这是民国3年就历史就开始学啊，学到1915，1915的开始就学到大概民国20年，学10几年就无学啊。太平洋战争结束，啊民国54年，阮的李建兴来讲，我内底图书我足济啊，开始去学。54年开始就叫做复兴库，这间复兴库甲水产赚上济钱啊，这间学落去哦，内底品质好，图书搁赞，搁大量生产。啊，这开动的呢吼！这是保留上完整，复兴矿是台湾目前保留真完整的一个矿业历史再造现场。你看，有办公室，有更衣室，哦，有健身室，还有电池间啊，有健身室，后壁还有排风气口，这个是进风，后壁还有一个排风气口，啊，还有添加，还有迄个风车间、排风机房，内底非常完整，真完整哦，真完整，啊，还有遮运输动线非常完整。我真是看讲，我毋捌听讲啊，还有排风口，还有集风口。啊，排风口有一天咱才搁去看咧，排风口保留非常完整的排风口。其实应该好好啊，甲对，我是讲希望啊，经过咱这个节目了吼，政府会发现就讲这个矿业对早期对台湾非常重要，这个爱保留一个历史再造现场。吼，咱以后囝孙仔知影讲啊，台湾曾经有这一段历史，有这一段故事。咱来去世界各国去佚佗的时候，咱拢有看到人，澳大利亚人。澳大利亚到日本保留几落个呢？从日本的田川市的博物馆也来，啊，还有迄个大蒙田的历史文化矿业历史文化现场嘛来，咱再来过跟阮研讨如何保存。一个看很惊讶说啊，你们台湾矿工保留这么多完整的东西。日本人遮尔爱保留，但是伊的文物足少，啊，咱的文物比因较济，所以也可惜。啊，呼吁我们的政府啦。对啊，啊，这人救去啊，太太咱所看的。对，救天车经救去，天车救去，啊，再搁放倒落来，哦，搁会倒流落来。流倒去，啊，倒流倒来啊，土团有要用的土团再去卖，无路用的石头。对呀，踅角踅去啊，迄边。对，踅去卖，啊，无路用的石头，再去山顶倒去上。所以活动这个地区有很多的设施山，人移工是把山移走，阮是把山做起来。阮做10外粒山出来，高东啊10外粒人造山啦。民国54年进前，这是火暗时啊吼，20-30拍的火安尼，射因灯带靠恁灯哦，靠爱排连中队，爱排连横队，啊会排圆桌型的，也爱比啊一个台，补一个规拍火都一刀一拍，照来拍红记记。啊，阮拄仔看。我拢是几啊火，较早才唔敢来啊。民国45年才开了，迄火就自然无去啊。才知影讲，哎，土地公火，土地公在遮顾钱，顾你今年在遮开
开落去趁钱。这间你间趁袂算个侪钱啊，非常侪钱啊。哦，你拓工主你建乡嘛是有？迄当阵哦，我是无你这录影机的，无我录起来迄当阵正经的，毋是敢若我看，阮遮所有的人拢有看。大天星啊的几啊会啊？迄毋是，迄照讲较早是讲几啊会啊，但是阮了解这土地公会得过钱，开落了会就无去，啊头脑造出来，盖一故事。这很多事情，你讲不得不相信这里的奇迹的。是，咱刷落来，要来去文书馆，但这个文书馆内面哦，同款是充满着故事。一摆这入口的所在，你看这张相片，张教堂先生啊，这是咱台湾真有名的这翕相家。伊就是在遮翕到，结果去了周理事长看到了，拜托讲，不如来放伫遮，这较有意义。你甲看，这每一个所在，拢充满着故事。咱继续来文书馆。理事长吼，我看这个相片，迄是你翕的嘛？拢我翕的，对。遮搞着咱一边一边翕，为着要做纪念啊，为着要某知影咱了解这拓工才是辛苦啊。一般做拓工哦，真辛苦，代志拢袂甲厝里讲啦。等于咱一人烦恼就好，那就好厝人烦恼。所以一般家里人都不知道矿工有多辛苦。是啊，因为都不知道，唔知影咱的辛苦，所以等于拢会啉者烧酒，等于拢会食点。所以唔只去翕相。你看这相，你看这相吼。这些是台湾最经典的照片，全世界拢无人有的哦。另外，咱台湾做炭工偌危险者，偌辛苦。这土炭安尼哦，咱会经过偌济30公分尔。你看，伊顶悬靠着石头，下骹靠着石头，人爱挤在这个窄小空间挖煤炭，温度39到40度，湿度100多度。在这种高温高湿啊，这么危险，佮环境这么歹的土炭，你规身躯拢啊倒温的土炭中间安尼过呢？大家爱做甚呢？爱做8点钟久哦。8点钟。做8点啊，无真正拍拼做，你就趁无钱啊。你看伊这空间偌细，我才有1:1的吼。大概阮这相大概差不多到1:1的，你看这拄啊，甲这拄啊变大机哦。凸起来，这甲拄起，拄这石头拄起，啊拄起这石头就袂落来啊。啊，这个老兄弟这真危险哦。你看伊哪会甲拄起？拄起伊就无头做事啊，歹做事。趁无食，但是你甲摕起来了，无得靠伊就家己run啊对啊，啊为着你莫甲做，先甲土炭掘落好了后，再来拍拄啊。吼，安尼就是甲伊拼，拼会过着我的，拼袂过着你的。啊，我若拄起来，我就拢无啊，我就免掘土炭，人袂得入去啊，啊就免趁钱啊。所以做炭工趁钱是用命去拼的，去命换的啦。所以我甲定来讲。煤炭是用矿工的生命去换出来，大家不爱相信。啊，事实这就是安尼啊，落来就是伊的啊。啊，若乌较好，伊还袂落来，都是我的啊，啊，才紧来赌，咱以前敢若知影讲洪水林先生画的吼，看相片更较真实的。啊，你看，这石头是点几支的，放在腹肚底扣啊，等下拢真点的吼。点足点的啊。所以讲做炭工偌辛苦，你看这相片才知影，这尔辛苦，真的很辛苦。啊，这种用手工无用电动的哦。啊，我这嘛有气动的，用气动的，拍风咧，高压风，啪，用风咧，空内袂使用迄落。啊，你看阮来倒咧真辛苦嘛吼，但是有一项恁拢享受袂到的，恁拢无感觉，我甲互你羡慕一下。啊，阮安虽然做事遮尔辛苦，遮尔危险吼，啊遮尔热，但是你看阮做事啥倒咧做的，趁钱是倒咧趁的。你也欣赏。我买，让你羡慕一下。我们赚钱是躺着赚的。哦，买哦，我看到这我就惊。这是安尼知影讲安尼吐落去哦，迄石头无得讲就规崩落安尼。没有时间去思考它。你若想讲我遮在学，像这样落来我会死，你唔敢学。无赶紧想讲我钱赚到够个，紧学尔。啊，若落来就是伊的啊，啊无落来就是我的转来。但是吼。意思我会问吼，就是讲，比如讲咱这班吼，拢入去，啊，反正吼，也无咧算讲，我一个人我会当学偌济，我就较轻巧做，啊，别人较问了赞，这一排阮一班拢是安尼哦，加一个，你看，啊，这面顶佫排，这是几排哦？阮一班才有20个吼，我有去正头创业无变长，但是阮20个做的石头是无变济，你讲的无变济，啊，趁钱拢变济哦。
对啊。啊，那你要哪分？无你做较低，我做较少，啊，要钱要哪分无哪分。所以矿工为什么会那么团结，会那么合作？矿工的联合剂是头拄我讲用烧酒。今日你做足济，我做足少对无？啊，分的钱你100块，我嘛100块啊。啊，你一定会看不练袂爽啊，细念啊，这条人嘛做很少啊，趁100啊，我做到要死嘛趁100，啊，要安怎？迄头的人就会甲我讲，有一个换头的吼，领班就会甲我讲，啊，咱今日吼，无转来，我请一个米酒灌一罐，土豆买5角，啊，就坐远遐就啉烧酒啊。啊，伊会甲我讲，你若啉烧酒时，你就敬一个，啊，我就甲啊大敬你一个，多谢，说是定定互你应付，叫你叫吼，谢谢啦。大部人你知影，烧酒啉吼，男性开口就起，无问题啦。我明仔载佫甲你斗骹手啦。昨细细念哦，烧酒啉落明仔载去到空内，你就甲我安怎讲啊？调头，你做较气一个，我加做一寡无要紧，烧酒啉落去啊。烧酒是矿工的文化，走勇气了。酒的文化等于我们矿工的文化，冤家相拍，袂拄好，吵袂好势，烧酒啉落 OK， 哭落去，一做解千愁啦。酒啉落倒，所以阮有一句话讲，酒爱啉，啉才会共心，无啉就袂共心。烧酒哭落，咱两个拢共条心。你做较济嘛，无要紧，我做较少，我趁钱比济，转来过来啉一杯啊。所以烧酒。是矿工很好的一种文化。哦，是，我就想讲，哦，大家来分大小班啊，安尼咁的。啊，用酒融合。这种，对啊，这像这真热，伊就无穿裤啊。啊，为什么无穿裤？因为你若穿衫裤吼，涂炭走就足艰苦的，你知影？你若无穿衫裤，涂炭落去啊，汗流着就无味啊，都袂臭，袂赤呀啦，袂赤呀。这已经是上后尾的时期啊，吼，1980。但是就民国73年啊，这拢73年翕的啊。哇，这啊，这炭牌啊，这炭牌啊吼，来，为什么要炭牌啊吼？这炭牌真重要，炭牌就是咱的产品识别证啊。刚才你讲，阮这水产炭矿过了10班啊，啊，咱这班的土炭，你哪知这班是咱做的，所以咱若土炭掘好，这刹车的吼，这刹车在下车的时候真重要，车未下这支牌啊，先甲插喺这空入去。了，只有一空，这问答着吼。啊，这牌啊安怎甲插落去呢？伊有一空啊呢，啊这支甲插入去，你啊搁拄个啊，伊就袂落去啊。哦，甲吐起来。袂落去嘿，伊就袂落去啊。啊，袂落去吼，这台土炭塞去甲正回手的时阵，迄个检修的人就会看，哦，那142号就是咱这班的，因为阮这过了10班嘛，啊，所以像的。爱检查，为什么爱插这炭牌啊呢？土炭骨，你看土炭在过时会掺着石头，吼，啊土炭在下车时下到足甜哦，啊伊经过运搬会较无甜，啊无甜头家会甲你扣分，这一台100块，伊甲你扣10块去，剩90块，啊免来知影这土炭是你的，是我的，所以伊扣这牌啊，142号咱的拢下到足甜的，伊就袂甲你扣分，100块罚咱。啊，因一般的吼，啊平段下无甜的，伊就甲扣10块，剩80块，迄是因的。所以这就是品质的保证，产品识别证看牌啊。这就是矿工的个人装备。啊，矿工个人装备吼，特别除了电灯、便当、水果以外，上重要的口罩以外，就是上重要有一个照明器吼。这照明器一定要讲一下啦，这2分钟几分爱我讲，这无讲袂使。咱这较早炭矿有煤炭就有瓦斯就会爆炸，爆炸以后死掉的人数是很少，但是被一氧化碳中毒的死的人足多。一氧化碳中毒啊，这个就是一氧化碳过滤的救命器。较早无这粒，每山100死100几个，然后这粒伊就袂死遐济人啊。啊，这粒是炭矿即摆收起啊，这个一氧化碳自救救命器是无路用，摆在墙壁当古董，但是即摆才非常有用，因为它是一氧化碳过滤器，所有火烧厝你精神气时浓烟密布，你酷扫，啊嘛要走嘛走无路，你走一困啊，靠这昏倒啊！啊，咱到脑买这，你足简单，咱到脑准备这你就甲掀开，1、2、3就甲掀开，啊，像安尼啊，安尼足简单的吼，干掉，我闭者就好吼。安尼走。
照常穿过。哎呦，这有地位无？有地位吼，这和这一氧化碳自救救命器，这个拍开了后，马上药力发生作用，这拍开了有路用的时阵，40分钟久。哦，你真够用哦。40分钟久，足短。但是咱这逃命的时阵，40分钟是足长。足长的啦。40分钟会使走到倒去咧？101会使走到001啊。真正嘞啦！啊，这来拍开吼，人拢爱免不人咧分刀，你拢袂分刀。这还佫有地买嘛？有啊，耗子我送耗子伫咧。是。啊，这送这摕落去吼，就拍开了吼，你拢袂分刀，也袂一定袂烧死。为什么袂烧死你啦？你人真清醒，火袂甲你烧着，火烧你足疼的，你要栓啊，你栓在安全所在。啊，40分钟后你就使领导环境你足熟的，啊嘛袂昏倒，嘛袂晕倒，嘛袂中毒，所以这样你40分钟会使从容从你家逃到最安全的地方。哎呀，那除此之外，你不逃也没关系啊，手机要卡起来，靠119。领导主机讲得清楚，台北市什么中山北路几号对客厅，还是咧后尾，你紧来甲我救。40分钟久呢，消防队绝对甲恁斗救啦。每个人准备一粒火烧厝拢袂用着。我顶摆问到一个小姐话高水，伊讲啊，这会使用过，会使佫用一摆无？我讲你嘛好心的，你一世人用一摆就好啊，上好是莫用着。干那买保险买着莫用上好啦。对啊，嘛拜托诶。这用一摆就去啥？去啥去啊？我这开这都无路用，我这只是表演会看的尔。啊，是。一样，我在这救命器，你们来我们这个看文字馆都没有用，但是这个对现在哦，这真讲，来啊，这些就是安全器材啦。啊，各位，因为时间无多，咱讲这个，这工区这么多，做炭坑不是干那骨头团的尔。因为煤炭从挖出来到送到客户，经过10几道的手续，经过很多的工人的各司其职，足侪人工人。啊，这张这介绍这么多，我特别就是为着要介绍这张，就是讲，这李登辉来参观时，这支介绍头是伊用过的。这无重要，重要是讲，这陪伊的人是我，啊，我嘛无重要，我迄天穿衫呢，我做43年的矿工。拢痛苦人趁钱的，43年，敢若有一天穿衫，有穿衫，有留穿裤，啊有当时无穿裤，当热的时阵就不爱穿裤。我的青春肉体咧楼顶的，有一张我的青春肉体，咱就免在玻璃看。我的40岁青春肉体，啊，我特别介绍这张，就是讲，迄天我有穿衫，我43年炭坑，敢若一天有穿衫。因为迄天，阮头家讲，啊你较够做事啦，啊无你定要来，你陪伊哦。但是你袂使穿裤烂哦，叫我穿衫，啊穿衫是要安怎做？穿衫你袂做事，伊讲无咧陪你，一定会免做啦，穿衫洗也做。所以我特别介绍这张是讲我43年的矿工，敢若即天穿衫咧趁钱。你甲咱讲者吼，因为这其实它足济吼，啊，因为咱这第2节目吼，恁迄阵时拢按怎号这个名？你讲一摆互咱听。有啊，这名吼，大部分拢是日本时代传来的，啊，后咱国民政府来才个传来，像这支哦，这路桥啊，哦啊，国民政府来这轨迹词，哦，铁路要定，一定爱一支桥啊，甲变换啊，像这安尼定，看有准无？对，啊，这是铁路，啊，这是马路啊，咧满路顶的，啊，这支是咧骨炭咧用的皮肤啊，啊，这个是用手咧骨的屁股。屁股啊，阮个屁股啊，哦，啊，这布头是咧拍拄啊咧用的啦，这土炭是滚好用土炭甲挑的帮助。炭水机啊，炭水机啊，为什么这么济？对啊，头拄啊，遐尼细坑啊尔，啊，你举迄个6尺的、4尺的机啊，是要安怎记？英雄无用武之地。无春秋啦哈。对，物要用在对的地方啦。你遐细坑的，只有用细机啊记啊。哇！啊，若较大坑的，阮就用大机啊来记。啊，那这咧，这鱼尾片。啊，这鱼尾片是铁路甲铁路接头，这个轨道跟轨道的接头，啊，甲鱼尾片甲夹到，这铁路就掉啊，就袂走去啊。啊，你若无夹到，伊个铁路会开啊。这鱼尾片，吼，啊，这铁路布头啊，这工区是非常的济啦，甲几落百支。这块袂头呢？咱足济，咱楼顶还佫较济，所以咱文史馆保留的矿工的物啊，是咱遮保留上济，几落百项的物啊。哦。我。利用60年收集起来的物啊，当然嘛足济。真正。哦，啊这风车，啊这土炭，吼，啊这是咱的乌龟尾。
乌龟尾，乌龟尾，为什么乌龟尾？啊咱土炭在土骹刀的，啊，咱挖坑入去，挖坑就是掘进，把挖入去，这叫做乌龟尾。上每个工作所在上尾溜的，日本话叫做乌区。乌龟，所以你问讲什么名？人正名是叫做乌区。啊，咱定个台人改成乌区，啊，就乌龟啊，乌龟啊，上尾溜的就是乌龟尾啊。乌龟，啊，无人日本人是讲乌龟，乌龟就是底端嘛。上后尾啊。嘿，啊，咱就乌龟尾，咱所以讲这矿业名词就是。啊，这上后尾这个意思，踮咧遮，大家通好来收集。不是，伊直直挖住，土炭毋才会走出来，啊，走出来毋才通掘土炭去。哦，啊，一挖坑入去，啊，土炭毋才会走出来。啊，土炭走出来，这个土炭是延伸到山上去啊，啊，咱才会通挖迄种管土炭去挖土炭。是。嘿，啊，矿坑里面一定爱用收尸仔茶哦。为什么爱用收尸仔茶？我去做炭工头一工吼，阮老师傅就甲我讲，少年你要做炭工吼，你爱一句话爱暗念起来哦。收尸仔若伫好，爱命就爱走。你若无爱走，厝的人就爱好。收尸啊，若咧好，爱命就爱走。爱命就爱走。你若无爱走，你若无爱走，厝的人就爱好，因为你翘去啊。啊，收尸啊，啥会好？收尸啊，足润的。咱若一般的茶，像这做好这就收尸啊茶吼，顶悬石头会跌落来，啊石头是规山石头，伊会断去嘛。咱一般的茶剥就断去啊，伊袂好。啊，收尸啊是足润的，伊要断进前哦，伊会慢慢断，啊要断面断，伊会慢慢伊的纤维很细，袂断去。爱断伊会叫，茶会叫，啊茶会叫，真歹听。真歹听，啊，所以收尸仔就好，因大夫讲收尸仔咧断的声，爱命就爱走，啊，断就要创啊，石头就要落来啊，爱紧走，无走。收尸啊，若咧好，爱命就爱走，哦，啊，过来，你若无爱走，你若无爱走，厝的就爱好。我道理，阮老师傅甲我讲，所以我拢会记在心。哇！啊，这其实故事非常多的啦，吼，各式各样的工具的哈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去讲一个那个。救命的救命的吼，矿工定定有在死人，啊死人一定要去救啊。所以讲一个比较救命的吼，救命啊，这是同款的做乌龟的工具啦吼，这是所有的工具。头拄我细机器啊，这大机器啊，这就是做乌龟这大机器在记的，伊的长数足快，所以伊用大机器。啊边啊这鸭头蹦机啊，鸭头蹦机就是在拍空的啊，这要切的落去切，这要接近，无用迄个高压风拍入去。都拍入去，啊拍入去才煎봉子，啊봉子煎好，才开始爆炸，啊拍头你捌看？这就是拍空。迄봉机吼，这支就是봉机，哦，啊봉机用这只鸭头，啊这石头甲碾空入去，啊碾起来这烟足济嘛，啊碾好了，崩落了，毋知这会使骨头头。这是当时的上，全世界敢若咱有尔，别人无啦，别人有拢甲咱摕。这当时翕的啊，8到10年翕。迄阵时啊，创工个头入去。无，迄阵创应无啊。新平溪有一空，新平溪要做观光教学，我去遐做观光，啊，因咧做我就甲伊弄甲落去。哦，整个录一个过程。啊，这救命的。这救命就是啊。救命的。救命是，毋是有炭矿就会爆炸嘛，有爆炸就死人嘛，亲像救人炭坑为什么会？炭坑一旦发生灾变，救的人唔是救护队，唔是消防队，唔是家己兄弟，拢是炭坑家己救。救矿工只有矿工救矿工自己。为什么？你发生灾变，佮报甲119，佮来啊，火花去啊。头石头哭着来3秒钟，就来就你要叫啥？要叫较好，家己去救。啊，做炭坑的救人是有一个精神足好的。我总讲我救朋友来讲，我是用我的性命去救。因为这块石头落来吼，无一定缀着你哦，无一定缀着我哦。啊，若缀着你，我唔拍命甲你救起来。啊，明仔若缀着我，啊，想要救我？今天不救你，明天谁来救我？所以做炭坑的救人是比救火更较救的，无少着阮家己危险，在亲像在救家己。因为今天不救你，明天那谁来救我？所以阮来救拢安尼，亲像救人，除了咱要带的工具以外，最重要，那是花露水，爱明星花露水甲李尔金。民国73年，你知？啊，3次灾变，
海山海因，海山海因哈，迄人爆炸了，抬咧涂骹兜，经过10天20天，咱人爆炸，身体肢体破碎，那经过矿坑里面的高温39度、40度，煎熬3天，你就臭毛毛啊！阮去救的时阵拢是10外天啊，10外天，迄味是偌歹着。阮去救人，人抬涂骹兜，阮是要哪救？阮敢若借咱钱的，用片孔去片的，片看倒位啊较臭，才开始救。石头乌灰时，看到阮朋友，看到阮同伴的时阵，迄个味是不得了的，你无法度靠去。所以只有靠李友金抹光的口罩内底，着个身躯用秀芳水嘿，花露水，毋是油啦，油呢，飘飘两下是在佚佗创胖胖的啊，啊要救人，伊规罐蓝的，迄个味才会压会过，嘛压袂过啊。所以减轻迄个味道，毋才有法度能力甲救起来。所以讲，阮看讲咧救咱，除了你要救咱的工具以外，着搁芳水甲你有这心酸的，心酸的啊！阮咧救，毋是我咧黑白讲的尔，我遐咱两面客顶管我有记录，我当什么时候去救的，15天以后、20天以后去救的，那个味道你想象的，但每当吃饭，那个味道就会跑出来。等于身躯洗到才清气的啦，但是迄味还搁伫头壳底。矿坑的故事吼，爱讲3面3日嘛，讲袂煞，毋是咱节目30分讲的煞。连讲你来遮了解，我讲1个月互你听，讲袂完的故事，真正的啦啊，讲到怎啊讲？来老弟，我特别学了台湾的，你看讲伟大所在伫倒位啊？阮老母做炭工，我知影，阮老母早时去做炭工，暗时转来教阮小弟啊洗砖，东工啊，无遗憾。我以为阮老母上高啊，无遗憾。我另外搁问这个阿嬷的时阵，了阿嬷，特别生便当看要转，便当看一个，要转去袂使，我厝还搁囝还搁无通食。所以伊有一句话是：炭坑仔趁，炭坑仔食，若无做炭坑去做去食。较早人现手面趁食，现趁现食。所以伊忍耐甲便当扛着。我到这听特别生哦，忍耐甲土炭铺较好，搁下甲车下甲甜。伊讲疼甲挡袂调，羊水破去啊！哦，羊水话碰到囡仔才转去才生囝咧。大家哦，掠做讲炭工啊，炭工敢若无查某囡仔咧做，其实是搁有呢。错误的。其实你矿工非常多，民国53年之前、53年之前的查某矿工足济啊，大概占有10%外。像阮高中啊内底年矿工，阮有千几个人矿工，但是有100几个年矿工。啊是炭内面还是炭外的？炭外、炭内拢有。查某人伫空内像这，你看这伊咧空内做的哦。查某人伫空内做的非常的多，像阮老母、阮阿嫂、阮阿婶，因拢伫空内做的哦。啊，像阮某、阮小妹、阮孙啊，因拢伫空口做的。所以这年矿工也有咧空内做，也有咧空外做。讲到这年矿工哦，学了一个哦，讲无讲你唔知，讲了吼，目屎白袂离的。查某人年矿工是做非常的这个代志哦。咱查甫人会晓，男矿工会晓做，查某人拢会晓做。但是查某人做的比查甫人搁较济。安怎讲？查甫人会洗菜啊、歹势就不爱做啊，让查某人 QQ 啊做。咱兜共款啊，咱兜的琐碎事、艰苦拢查某人在做，咱查甫人就负责趁钱，等于就啥物代志拢不爱做啊。空来共款的哦。查甫人会晓做，查某人拢会晓做。查某人不爱做，查某人捡去做。但是非常无公道的，查甫人趁钱100块，查某人趁钱60块。哈？无咧找政府兵倒啊！迄个时阵查某人偌乖咧，人伊趁60块嘛真欢喜啊！你无怨言，所以台湾的女性不得了啊！台湾的女性不是跟咱年矿工啊，台湾女性坚强、忍耐、刻苦耐劳。这是这位今年88岁啊，去年87岁是无去。伊是较早年矿工拢是像安尼哦，像阮老母较早嘛是真清秀呢，真清秀啊！因为较早林志玲啊。足有影呢。对啊，即摆变做阿碧婆啊，即摆老啊变做阿碧婆。我要学了一个年矿工吼，我1分2分钟讲这年矿。年矿工只要趁钱较少以外，查甫人转去等食饭，查某人转去厝的无用的佚头足济。啊，佮继续。洗衫煮饭扫涂骹，啊，趁钱搁较少，伊拢无要紧。我特别学了台湾的年矿工伟大的所在伫倒位啊？迄当阵查某人像这安尼哦，17、18岁、20外岁啊、20、30岁的人，伊爱生囝哦，爱生囝。查某人生囝做到当时，有产假无？无。
阮老母做炭工，我知影。阮老母早社去做炭工，暗时转来甲阮小弟生出来。东工啊，无遗憾，我以为阮老母上高啊，无遗憾。我另外佫问即个阿嬷的时阵，了阿嬷，阿嬷，我讲阿嬷你生囝哪生的？伊讲生就甲生出来就好啊。伊是安怎生的呢？大概这月日要生，下月日要生，大概啊尔，毋知当时。所以早时便当赶就去做事啦。啊，做到开始做的时阵，哎，腹肚疼，啊疼，伊就生几落囝，伊就知影讲我得要生啊。啊，得要生，便当赶要转，啊便当赶一个，哎，啊要转去袂使啊，我厝还佫囝还佫无通好食。所以伊有一句话是炭坑啊趁，炭坑啊食，若无做炭坑要去做去食。较早人现手面趁食，现趁现食。所以伊忍耐甲便当扛着，腹肚才疼，得要生哦。忍耐甲土炭铺较好，佫下较车下较甜。伊讲疼甲挡袂牢，挡袂牢，羊水破去啊。哦。羊水话碰到囡仔才转去才生囝咧。所以讲，你讲即马阮查某孙啊吼，有2个月尔，甲讲阿公哦，这个都不能动哦。甲讲恁阿嬷做到动工这就生，所以台湾你矿工哦，所以叫一句话，如果说台湾撑起台湾经济的一片天哦，那一半是你矿工撑起的。伊除了做生意哦，等于还佫照顾一个家庭，我负责生囝。哦，也无简单。这趟年矿工故事哦，连讲来我讲一讲互你听。这所有年矿工，每个人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。这后矿来吼，后坑来的年矿工，后坑口的年矿工。讲袂完的啦，这拢是呢。每个人拢有一段的故事。我做这矿工文史馆，我就惊这历史无够完整，我拢有去来访问。每个矿工我拢有该访问去，所以每个矿工我拢有伊的故事通讲。这真的是台湾可歌可泣的一段隐藏版的历史。嗯，哎，这真罕的人讲的吼。啊，讲袂啦，讲到离目屎爬袂离啦。这年矿工，哦，这我看全世界嘛无呢。有日本嘛有年矿工，日本啊，日本嘛有年矿工。这后日本时代画吼，这日本人画啦，日本人伊无翕相，但是伊用画起。啊，这拢咱厝的亲戚，恁太太，亲戚朋友啦，这太太啦，这小妹啦，这查某孙仔啦，所以，阮是一个矿工家庭啦，无路用的矿工家，拢在做炭坑的。对啊。来，啊，搁来倒位啊，这来这，这是一个合格证，哦。早期是没有早期矿工要去做事是无经过训练的，就是去做啊。要做成有一寡矿工，早时7点入去，暗时早时入去7点入去，9点就去用扛出来啊，都短死去啊。所以政府就讲按袂使，无经过训练袂使。这民国十几年开始训练啊，开始讲啊，最起码你要做炭坑进前，互你基本的安全常识，互你训练甲知影，会晓保护家己才入去做。啊，所以有这个训练了后，啊，这就是这训练的成果。啊，经过考试，啊，才发个合格证。啊，经过这款代志训练了后，都无迄个讲7点入去，9点就扛出来啊。最起码你有做一段时间。上无会晓做。会晓保护家己。无较早伊也毋知影这石头会落来，伊就挖入去，啊入去哭来就现死啊。啊，最起码伊也学了讲，啊，我要做进前，啊，先甲检查看卖啊，啊，甲安全拄好，啊，才开始做。最起码伊就袂死，也袂受伤啊。哦。这顶头还佫有写呢吼，有啊，这年矿工的比例啊，上早是10%嘛，啊后来1958了后，就较少啊，变像3%，3%嘛真济，像阮这千几个嘛，有40-50个在内底在掘炭。阮老母就是阮阿嫂迄拢在掘炭，查某人在做年矿工，你会尊敬他，咱大部分人不爱做，伊拢捡去做。趁钱佫较少，啊无怨言呢。迄是较早才有迄种美德啦。即摆人，即摆查某赤白白，你趁较少钱，无甲你冰倒我输你啦。这哦，酒家的故事吼，啊佫一半佫查某人的故事吼。女矿工的故事是非常多，而且是可歌可泣，讲到会流目屎啦，你知影？小等哦，咱佫要来问吼，理事长，伊家己个人引导的故事。你继续听落。哦，理事长，这是什么物件？哈哈哈。这哦，较早咱有这烽火，这嘛是有这矿工灯。这是金矿的矿工灯。金矿。啊，咱炭坑啊是要用电池的、battery的。哦，因为安怎呢？因为安怎？因为这金矿一定要用这明火，啊，金矿嘛会使用电池的，用battery的。爱用明火，意思是惊讲若万不离若。
金矿吼，金矿是火山岩，火山岩内底伊无涂炭，无涂炭就无瓦斯，无瓦斯会使用明火。啊，为什么要明火？伊嘛会使用电池的啊。用电池的吼，迄个光线无法度照到金啊。啊，即个明火吼会使照到金啊。你这安尼才有照金啊，才会看到金啊，这金啊色才会走出来。才走出来。啊，你用内底一个电池甲照落去，金啊看袂准啊，看袂准啊。啊，电都有炭矿的袂使。啊，炭矿袂使用明火啊，有炭矿瓦斯就爆炸去啊。有涂炭就有瓦斯啊，啊瓦斯拄着这火，咱两个就现翘去啊，嗰咧。哇！空来都袂使食粉啊，迄粉食了，阮食吼有一个毋食囡仔食粉啊，哦，伊食粉真爽啊，伊甲食落去啊，嘣，37个交起。哎，所以炭矿是绝对袂使禁止焚火，但是金矿是会使点防火啊。哦，是。啊，这就是防火。这我保存10几担20担。哦，这无简单，无简单，你有当保存这个会用的，哦，这无简单的。哦，金仔若来大大咯，笑你金仔走出来。你话，你像你若看到这吼，你回头落来，你甲咱讲吼，咱遮在地你住第几代啊？我第4代啊，阮阿祖来的。你哪做来？阮阿祖来遮是种地，做田的，种地种大青的。种大青。种大青啊！啊，甲阮阿公继续种地。啊，到阮老爸迄代，大概日本人来了，就开始乌涂炭。啊，乌涂炭做涂炭趁钱较紧啊。你做农的人吼，春播啊秋收才有通好看到钱啊。但迄阵时你敢好好出业，你敢无想讲？我哪有出业？我嘛想要，我会晓读册呢，我毋是不晓读册。是啊。你讲我咧做炭工动工，我做囡仔嘛真巧呢。较早国中呢。即嘛有较早咧初中咧，较早初中咧联考呢，人我嘛有去联考，我嘛是考到家人的1中的嘛正。那无继续去读？我读到2年啊，读到初二啊。初二，阿爸阿母拢做炭工啊，阿爸去涂炭缀掉的，缀掉清起的时阵哦，半条命，过2年袂做事啦，厝诶无得食，啊阿爸受伤较早无落补啊，受伤爱食中药啊，无钱啊，我就甲阮老母讲无法找卖读，甲你斗做啊，就因为安尼聊落去啊。但阮老母嘛毋甘互我做呢，阮老母甲我讲你阿南啊毋好做炭工啦，你若做炭工哦，毋是做到死哦，就是死诶空来啦。对，你敢毋感觉无彩？袂啦，袂无彩，因为我嘛有抗争过啊，我有抗争过。抗争过，我甲我诶命运抗争啊！我无爱做炭工，做炭工就无路用啊！较早做炭工是地位是社会地位无啦，搁煞做炭工无得娶某，你知影无？你若要甲查某人、查某囡仔谈恋爱哦，因阿爸若听讲你做炭工的哦，伊讲毋好嫁做炭工的，做炭工你就要定定换翁袂使。所以做炭工无得娶某，我嘛有甲挣扎，但是我有甲命运参详啊，我有甲我的命运参详，我不爱做炭工啊，但是命运啊甲我讲啊，无法度你就爱做炭工啊。家庭环境就是安尼，我下口小弟小妹，爱老爸老母，老爸爱食中药，爱趁啊，各不种就去做啊，免等下做就调掉啊。逐工行。打命运我就去安排做炭工，才有这个矿工文史馆的存在。我都因为我袂爽，你知影？甲做炭工，做炭工我就扣家己啊。阮老爸甲我讲，无要紧啊，你做乞食吼，留一个家子地啊。做乞食毋是一地啊，家子地啊。你做乞食爱留一个家子地啊，我讲我做炭工上无路用的，佫无得娶某，无爱留一个家子地啊。炭工嘛有家子地啊，家子地留嘅，我就所以甲这鸡翅头直留嘅。我毋则甲你讲，我这留在免留到10年啊。我毋是要留去做文史馆的啦，我别留要创啥，你知影无？啊，甲迄文史资料，我要留要创啥？要阮囝甲阮孙看，咁啊较把柄读册咧，毋通像恁老爸安尼哦，无读册去做炭工，做青面牛啦，做炭工啊牛啦，是要互阮囝看，毋是要互社会看的。若阮囝要去趁钱了后，就无炭矿啊，人也免做炭工啊，人去外口趁食啊，这免留个，拄啊。到我70外岁，我想，这物啊留遮济，无要创啥？矿工较早真贡献真大啊！矿工虽然是无得娶某，但是矿工为国家做足济代志啊！这故事无哪会使？咱来甲观众朋友讲吼，其实吼，咱这整个咱即马看到的所在，其实拢是李市长甲因一寡过去的劳动事，一人用老人年金管出来的呢。用老人年金做的，无钱，我要怎做？
但是袂歹啦，阮开始做，阮做1、2年了后，国家嘛有看到啊，劳动部嘛有来甲加减斗帮忙啦。真交代就是今年政府来甲我接手去啊啦，我就免烦恼啊，我81岁啊，你翘去啊。无，等安尼讲，我是感觉吼，这整个历史，这个探空的这个文化啦，好啦，啊，整个探业的这个文化，咱只讲讲，其实咱这个地理形成，哦，咱整个台北盆地这所在，其实拢真值得咱后来的人来了解呢。咱台湾直直在做古迹文化，拢爱保存在地历史、在地文化爱保留。咱这探公是台湾上重要的本地历史、本地文化呢，本土的文化呢。佮刷落咱台湾国民政府来劳动部才成立无偌久，咱台湾无劳动史呢，无劳动史啊。我留的这资料甲这故事，会使成台湾近代劳动史呢。佮刷落这土炭早期对台湾的经济贡献足大，嘛是台湾经济发展史呢。所以这么重要的经济发展史、台湾的劳动史，佮这台湾本土的文化，真重要的台湾的探空的这文化故事，应该好好由中央政府配合地方政府来好好把这做一个像样的。人日本人咱甲咧学落甲安尼呢，所以你看这是台湾的对，台湾对啊，你是对这土家内面挖出来，就是台湾的发展的基础。什么台湾基础？我定来在电讲，阮咧矿工是上无路用的人，但是我是迄个年代富国深山呢。民国40年到民国70年，若无台湾的土炭，台湾的经济要哪起飞？台湾经济要稳定成长，要对倒来？有影，他早你去讲，恁挖出来的炭，有120、20，佮交军方哦。较早老蒋的大陆带60万的军人过来，佮带60万的老百姓过来呢。迄大陆来甲咱台湾的拢是高等国民呢，因袂晓行茶，拢爱行土炭，所以阮迄阵若无行土炭，交互国军的60万60万大军的主饭，这身躯是要对倒来。所以我毋才讲土炭对台湾的国防、经济、民生、交通，贡献非常大啦。所以无互咱政府来重视是袂使，好好讲互因知影，正经爱来重视啦。无啥物行业比这个更加重要的。但你的理想当中吼，除了这文物甲保存了后，在我看来，咱初节目一开始，咱入去探空内面吼，我希望讲总有一日吼，像我安尼少年时阵偷入去迄种感觉，哇，赞！我的希望嘛是讲，像咱这本矿这个吼，会使开放一段时间，开放一段就好啊。咱遮入去150公尺就会使看到土炭哦。咱台湾的人唔知影土炭是啥物啊，唔知影乌金是啥货啊。99年的时阵已经开500万，已经开通啊，是警察无去保存尔啦。那过去保存，搁开1800万啊，就做甲水当当啊。这个会使有人可以去参观的呢。人外国人拢几落清笑就乌入去地方参观啊。咱台湾遮尔简单的物啊，重要，也无人重视啦。希望透过咱今日节目吼，互咱台湾搁较侪人看到。尤其咱副议长吼，搁文化部长出身的，伊应该对这历史现场的在座吼，真。咱的副议长毋是足重视这文化的，搁说咱的总统是矿工的囝呢。咱台湾矿工的囝很有成就的，咱的总统，咱的吴念真，迄拢是矿工囝呢。啊，我嘛是矿工的囝，但是我是无路用的矿工的囝。就当安尼讲，你观众朋友唔知哦。这哦，赖总统因老爸安怎过身，安怎从迄些资料拢你甲捡出来？有捡起哦，因老爸是英雄呢，因老爸是英雄呢，伊带队去做事是冤枉死的呢，伊为台湾的国家奉献的，对台湾经济贡献很大，伊死那会凊彩大献上就好。应该台湾牺牲的矿工，拢是为了国家的经济能源的打拼。照讲。台湾矿工死的人是爱放喺忠烈祠的呢，啊无嘛甲做一个纪念碑的。咱做条公路死3个5个就纪念碑啊。国家为国家战争死去就纪念碑、忠烈祠，为台湾的经济打拼，为着厝的某囝生活就去打拼，牺牲的人，为什么草草就把它消失掉？应该做一个纪念碑，还是做一个纪念馆，来纪念这些曾经为台湾经济付出的这些英雄，包括
赖爸爸，应该甲做出来啊！这历史要互大家知影。做炭坑较早真见效，即马无见效啦。较早我做炭坑惊人知影啦，啊无娶无某惊人知。即马我做炭坑唔惊人知，我对国家贡献足大啊！台湾的国防、经济、交通、民生，拢是阮在矿工用性命去换出来的呢。为什么唔敢讲？咱是希望吼，总有一日吼，啊，这个国宝吼，这个唔当。这国宝你无路用做炭坑，这国，这当然是安尼。咱台湾的发展对遮来开始，吼，对着涂骹内底啊，会当学着物件啊，趁钱啊，维持家庭，维持国家，这太，这是真大贡献，毋是国宝是啊。无，谈不上，做炭坑啊，做炭坑较早是上无容易。即马这人讲国宝，较早是做炭坑是无缀娶某，你都唔知影。我某是用骗的，咧骗来的，无缀娶某咧。无影，其实吼，今仔1点钟还佫无够个，咱希望还佫有第2点钟、第3点钟吼，来佫较侪所在来看吼。咱邱理事长带遮一班人，啊，其实呢，因还佫有一班人伫个。啊，一寡老板伫个。有啊，我这位10外个老板在遮啊，大家拢有故事，毋是敢若我上济，有人比我济啦，所以恁爱加做一半，好将这个故事埋在地底下的故事，互社会大家拢知影。世界万人。这是台湾的骄傲呢，这个故事是台湾的骄傲呢，咱老前面嘛是台湾的骄傲呢。对，拢伫咱台湾新安界，咱哦希望会当佫再第2点钟来甲理事长甲因遮老板老朋友吼。斗阵过来开讲。阮的老板的故事，佫较济比我济，因佫赞比我赞呢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。哎，祝好我。